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高兴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要来领受神的话语，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跟随主的脚踪。相信这是生命的祝福。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每一个人的聚会。求神再次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生跟随你》。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力，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再次对主说：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求赐给我清洁的心，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一生，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力，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力，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一起对主说：我唯一的渴慕，我唯一渴慕，因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
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让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让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的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一生学习跟随主你的脚步。我们晓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走过很多的冤枉路，甚至走过很多不得主你喜悦的道路。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呼召的，我们每一天有主你的带领。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要能够越亲近主，我们的生命就越得着丰盛的恩典的祝福。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各位一起来做奉献。如果在收看直播现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将你的奉献预备好，然后用一个信封袋带到你就近的教会来祝福教会，祝福教会所做的福音工作，让更多上帝国度的福音的推展上能够带来更大的祝福。相信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愿意用奉献的心一起来做这样的奉献，神也必定大大赐福在我们当中。这时候我们邀请子安来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礼拜六的晚上还可以聚集在这边敬拜、唱诗歌，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现在要奉献我们一点点的金钱，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让这些金钱都可以使用在属于你国度的事工上面。我们将以下我们聆听讲道时间交托在你手上，愿你带领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将责任感重新注入人的心中。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知道要传福音，传福音也是我们的使命工作。但是传福音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很重要的使命其实也要有一个责任的心如果你没有这个心说真的，这个使命的工作要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带到你的心里面，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天牧师也期待，让我们一起能够透过我们真的负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责任的生命的基督徒，那我相信这个使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必定带来更大的祝福。在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帮我切换过去。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叫做脱离受害者的循环。也就是说，什么是受害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点像是那个受害者一样。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到，为什么不信的人会越来越不信，然后甚至每天都在抱怨的人，到底他们的生命怎么了？其实这样的生命，不管是你在抱怨也好，或者是你会去认为说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他们越来越不信，甚至呢你也会去抱怨，抱怨东抱怨西，甚至你也会看到有些人他的生命就是如此。
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都存在着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那这种心态呢，他们有什么特质？也就是说，这种心态拥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啊，他们在跟这样的人交通的时候，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中怎么帮助他，你都会觉得有无力感，然后你觉得怎么带他都很困难。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很自然带不出那个喜悦的感受。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朋友，当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不开心，因为他都是时常那种好像很凄惨，好像很悲伤，或者是好像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不好，或者因为他所功课不好，他就会很容易失落，然后放弃自己。所以这样子的生命，其实我们要学习。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学习做一个幸福人生的生命的人。那我不晓得你的生命有没有感受到幸福感？好，嘉欣、子安，你们有没有感觉你们生命有幸福感？有吗？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谈话当中，我跟你们谈话，牧师跟你们谈话，我就会感受得到你是有幸福感的人。那没有幸福感的人，往往就是牧师上次所提到的这种受害者心态的人。因为这种无力感我们跟这样的人久了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受影响？有没有可能？会。那这种感受，实际上在我们教会，甚至在我们人跟人之间，都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发生这个韩国什么地方？梨泰院。梨泰院的这个156个人在踩踏当中来死伤，甚至伤亡当中非常严重。我们看到那种人生命的结束，就在那瞬间短暂的几分钟、几秒钟。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只是人生命的瞬间那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长期一直在饱受那种受害者，他一直绝望，甚至他没有希望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是非常的可惜，因为他不晓得他未来要走到什么方向。所以上个礼拜牧师带大家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节到22节，谈到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指着那信实上帝说什么？我的诺言并不是又是什么，而又非的。”也就是说，保罗所讲的福音不是那个是而又非的福音。所以保罗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说阿们，祷告说阿们，好，在20节说上帝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成为是的。基督身上，什么叫基督？基督就是救主嘛，对不对？基督有没有救了你的生命？有。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了我们的生命，所以20节说，上帝一切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说什么？阿们，真的发生了，所以我们说阿们。那基督徒，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说阿们的时候，你有没有真实的在生活当中去领受、去感受那种真实阿们的生命？懂了吗？所以保罗他说什么？他在21、22节说：“上帝向你我保证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我们的生命是分别出来的，在我们身上都盖了一个印记。这个属灵的印记呢，是什么？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重要的记号，告诉我们：我要祝福你我先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担保，好像是头期款一样，分期付款的头期款一样。”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生命是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你必须要小心你的所作所为当然，如果你注意到你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怎么样？要不一样而且要因主而得到祝福。所以，在我们谈到这个圣灵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圣灵的凭据就是什么？叫做分期付款的第一期付款作为以后要付的款项的保证上帝要祝福你，这是上帝好像要付款给我们祝福我们他做了分期付款，第一个分期付款是什么？透过圣灵来做印记，把你标注好。嘉欣，你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了，你是蒙福的人，懂了吗？那接下来我要给你更多的祝福但是你必须要分别为圣好，所以这个概念这样理解了吗？可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既然已经有圣灵作为凭证，属于上帝的儿女，
为何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在很多时候做事情都是没有章法、没有目标，而且也没有责任感，甚至过一天算一天的心呢？懂了吗？有些人就是这样哦，反正我还活着，反正我现在老了也不能做什么，反正我现在也不会干嘛，反正我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反正来到上教会还有得吃，教会还不错，真的哦，有这样的信徒哦。他们来到教会，反正就是教会很好，可是他回到家里面呢，他却是懒散的，没有责任感，没有目标的。所以这种基督徒很多，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说，找回你生命当中的责任感。找回你对生命的责任感。好，每一个人，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回你生命当中的责任感，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原本就已经将那责任的心告诉了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从创世纪3章11节到12节，我们一起来看哈。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并给他们权柄。不，后面那一段不对了哈。这个，牧师好像没有改到哈。下面那一段应该是上一次的哈。好，那个，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上帝告诉亚当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后面那句话，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上帝有没有吩咐我们做管理的工作？有没有？有嘛？在伊甸园，在这世上，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做管理，管理我自己的生命，管理在教会的工作，管理我们所拥有的恩赐才能。可是人总是会怎么样？人总是会认为说，那是那个女人啊，你看那个亚当说什么？那人说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他有没有负责任？我觉得亚当没有负责啊。他明知道上帝吩咐他告诉他这棵树上的果实你不能吃哦，可是他偏偏去吃。甚至呢，问他的时候，他还说什么？他还推卸责任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推卸责任的心啊，人人都有啊。好，牧师在以前我记得我刚在服侍神的时候，我记得好像那个传道刚在质问我说：“委员啊，你那个贝斯你那个贝斯的声音你有没有练？”他说了这句话：“你有没有练？”我不好意思说没有。我说什么？我说有啦，就蒙一下啊。但实际上我真的没有。人往往会在推卸责任当中会欺骗，懂我意思吗？所以在那过程，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推卸责任的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在受害者的循环里面，因为生命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承认。所以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有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著作叫《绿野仙踪》，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是我们小时候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卡通。甚至呢，它里面有谈到一个叫奥兹帝国。这个奥兹帝国它是透过4个板块，它的地图4个地图板块当中的中心点有一个叫奥兹帝国。那个地方非常的美好。那这个故事里面呢，它里面这个小说故事里面有讲到一个桥段，他讲到一个叫做这个稻草人有一回这个稻草人他就伸伸懒腰然后就打个哈欠就问这个里面的主角叫陶乐斯，他就问他说你是谁啊？这个女孩子就说我是陶乐斯啊。他说我要去翡翠城，请魔法师奥兹来送我回到堪萨斯。然后这个他又在问这个稻草人就问了，他说翡翠城在哪里啊？那奥兹又是谁啊？
然后这个陶乐斯他就一脸错说：“哈，你不知道吗？”他说：“不知道，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看我的身上全身都塞满了稻草，根本就没有脑袋。”他伤心的一直这样说。这个陶乐斯哦，他就说：“哦，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稻草人就说了，他说：“你想哦，如果我和你一起去翡翠城奥兹会给我头脑吗？”陶乐斯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呢，不过如果你愿意，就可以和我一起去，就算奥兹没有给你脑袋，你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这个稻草人就说：“说的也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年轻朋友，《绿野仙踪》这本书它一直都在叙述一个很重要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觉醒的旅程啊。你觉不觉得你的生命你现在几岁？啊？19岁，19年而已。好，牧师43岁，43年。我现在慢慢觉得生命是越来越年老，而且是离我年轻是越来越远，懂我意思吗？以前25、26岁，甚至2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想要赶快出社会好想要赶快赚钱，好想要赶快成长，赶快结婚，赶快生孩子。可是当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生命在跑好快哦！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真的是走了很多的旅程，是一个觉醒的工作。甚至我认为我的人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绿野仙踪》很多人所看到的这个结果。来，我们看一下从无知到有知，从恐惧到勇气，从无能到力量强大，甚至从被害者到承担责任。其实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每一个人都亲自走过的路。你们要好好去想在你现在走到19岁子安你几岁了？25岁，你想看看你有没有感觉到从学习从不会到会，有没有？到不害怕到有勇气，到没有能力到力量强大，从被害者到承担责任，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每个人都会亲自走过的路。所以呢，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绿野仙踪》这本书这个小说里面，其实这个故事当中，他讲到更重要的生命功课是什么？他讲到的就是不要停留在黄砖道上。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从无知到有知啊，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停留在现在的道路。你不要一直想说你现在走的路好像很顺就这样就够了，当懂不懂？不要停留在现在的路，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觉得你这个路走得很顺遂，就这样就好了。不要停留在黄砖道上。第二个，不要因为际遇不顺遂就怨天尤人。真正从恐惧到勇气一定要学习到的态度，生命态度是不怎样，遇到不顺遂不要怨天尤人。第三个，从无能到力气强大，就是不要只是等着大法师挥舞魔杖。我刚刚有讲到嘛，这个陶乐斯有没有？他说我现在要去翡翠城啊，请那个魔法师奥兹来送我回去堪萨斯啊，有没有？不要等待着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来带我才能够出头天，没有那事。只有什么？真正就是不要等的人，他勇敢的去努力，去向前走。第四个，真正从那个被害者到承担责任，不是单纯的一个概念，重要是你不要期待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消失无踪了。其实我觉得像牧师现在在教会做管理的工作，做牧养的工作，我曾经想过教会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哪一天都迎刃而解了，然后都不再有出现问题？其实真的很难，一直那个问题都一直存在，而且讲了又讲还是存在，顶多就稍微改变，但是改变了还是又有另外的问题出现。所以呢，真正我们要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人，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怎么样勇敢的去面对它？好，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让责任心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就是要学习这种态度。
今天还有一段圣经节目是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在创世纪第1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看，原文讲到这个治理啊，是压制哦，是制服、欺压哦，管理是什么？统治、管辖、辖制。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赐福给他们，要他们治理这地？你觉得现在有人有些共产国家这些领导者好像就是说，对啊，他们在治理国家、治理土地啊，你觉得对吗？有些时候他们是靠自己的方式。好，但是呢，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这里的治理是透过上帝托付给我们人的工作。所以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应当要学习什么？约翰福音第5章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今天，我也做事。台语讲耶稣对因讲啦，我的爸到现在一直在工作，我嘛在工作。意思就是说，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一直休息。那了解吧？你不能一直休息哦，因为上帝一直在做工哦。基督徒不要认为说，我现在没有能力，我不做工了。我曾经受伤，我曾经怎么样，我不想做了，不行。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对他们说，这段圣经节是耶稣在医治，在毕士大池那个时候医治病人，安息日医治病人。可是这一些犹太人，他们站在律法上，他们就批评耶稣，说：耶稣啊，你在安息日怎么可以医病啊？耶稣就回答他们：我的父亲，我的上帝他一直在工作做工，在你们身上做工我也在做工啊，你们都不做工吗？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属灵的工作上，没有所谓的退休了。你不要认为说你老了，你已经经历太多、学习太多了，没有那回事。信徒在教会里面的聚会，一定要尽心尽力的，要一定能够做好该做的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里讲到很重要，白天代表着是恩典的时刻，晚上黑夜是什么？是恩典的时刻结束了啦，还了解吧？甚至他也表达了人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白天，对吗？然后什么是黑夜？人就去世了，你什么都看不到了，对不对？还甚至表达是什么？在允许传福音的时候，适当时机该传福音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是可以传福音的？可是大部分我们要不要传？我们好像都没有在传，对不对？这是牧师时常在想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该怎么做。所以为上帝做工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一定要抓住，不要怕那个，真的很重要。提摩太后书4章2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怎么样？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台语我非常喜欢台语，他后面说得传得力啊，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得坚持去传。注意上面的新标点和合本是说总要专心而已，可是他写的专心，其实的意思就是说要专心去传福音不要分心了啦。很多人他都说传福音牧师传福音，我现在教会工作事工太多了，我根本就没时间传福音。我告诉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一定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很重要，我们要学习传福音。所以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趁着白天，注意他是说什么？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他不是说我懂吗？趁着白天，我必须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觉得这个耶稣讲的感觉好像只有他自己，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么做。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们？他是说我把你们当作跟我一样，
我们都必须要做那什么差我来的人所差的工作。所以牧师真的也鼓励你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有牧师，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就跟耶稣所说的，我们必须。所以白天所领受的恩典，跟我们生命的工作，它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好，那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牧师真的很祝福各位，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重要的责任，必须要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仅会更懂得怎么样去爱人、关心人、关心这个社会跟世界，我也相信上帝要大大赐福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承担生命的生命，而且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相信带给我们生命能够有更多的责任感。上帝也要让我们的生命透过更多的爱心、信心，来让我们的爱能够得着更完全。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赏赐生命富足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赐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明白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来活出与主你同行一样那份蒙恩的道路。谢谢主，我们晓得这条道路虽然有许多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去建造努力的地方，但我们更需要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晓得这是生命的责任，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恳求神再次呼召我们，唤醒我们的生命，学习能够付上代价，承担生命的责任。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学习孝顺父母；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做好做父母亲的责任。我们晓得互相彼此效益，我们也晓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付上的责任跟代价，主你必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跟卓越。谢谢主，再次将我们的生命前面的道路交托仰望神，也愿主你亲自在上周，因为在万圣节所带给许多人在生命的道路上面许多的死伤。我们晓得万圣节不属于神的节日，我们恳求神让我们世上的许多人在庆祝万圣节的同时，也能够更明白生命的赏赐是属于主。愿主再次怜悯我们世上许多人走歪斜的道路，不合神喜悦的道路，恳求神亲自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向你献上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同一时间，每周六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来领受经验神丰盛的恩典。愿你平安。